嗨呀，各位聽眾，歡迎到人個在到底來邊咧學見嘅節目。這個禮拜我被介紹我攞嚟特別嘅編輯是老椒南西歡迎。Hello，大家好。南西啦，頂一禮拜人知道南西就是我新嘅bodyguard 來。然後還沒代誌要吹要解決咧，然後就要去吹南西先。金錢。嚇對，金錢，幫晒家人，伊個幫晒家人，個攞哩浪人咧，試過個卡塔啊，個攞哩浪人，你你白車未好事，只個鎖匙靠你車，靠你車啊！想南西多你指啲邊個？啊對，到處要。對，了我能夠有個有另外一個是新椒啊，新椒來錯路，我金 ，Hello，歡迎 ，Hello， Hello， 大家好。你當然是得咯。講緊我到吉隆坡。我到吉隆坡，你按照吹到邊咧學嘅呢？我今日早不聽會邊咧學嘅呢？我 I think start I think 第二出第三出是我係只介紹我。哦，你只是最主要八億哦，你只有嚟做特別嘉賓哦。冇啊，我本是冇聽啊。哦。我跟我不是。半湯西。半湯西。你阿摩西。我是阿摩西啊，你呢？你們是阿摩西啊？我是讀文車嘛，因為讀冇車嘛。哦。但我本是我介紹我係小妹聽。即係聲喎，你講。真嘅。即係意思啊。小妹不聽。你小妹介紹你聽，很多人都寫聲嘅，你走去整batu cave 啊，好難見。所講。哎呀。哈，但係當然大聲都點啊？啊，點你講話是講係細聲特別較晏啊 ，maybe。你當然較晏你講唔得嚇。你小妹介紹你啊？好啦，我只介紹我是我個介紹我小妹聽。哦，你小妹等我聽呢？我小妹有日本聽。哦，到底日本嘅嚇，我可能我八要做我特別嘉賓過哦。日本寶是啊？唔是日本寶啊？冇啊，唔是。啊，一般小白是日本寶。哦，你 OK，你聽當今頂到時不聽過啊？當今 continue 聽到久啊呢？聽我講有兩年有我嘅。哦，怪久不能啦。แล้ว兩年個嘅。我ไม่รู้ตอนที่เป็นนั่งสิตอนที่กันนี่อาจจะปะให้สิตลอดอาร์สตาร์ก็ได้ตลอดน้ำมันตอนว่าน้ำมันเอ้ย如果ชูหลังตอนที่เป็นนั่งก็อาจจะกันแล้วปอนเหี้ย我老爸老母都係邊個？哦，老爸老母嗰特別難講啦，所以親戚特別都常常對面難哦。親戚，我嗰邊我媽都未出嚟，我講疑似女兒呢，我講。哦，真係冇對嚇。是咯，有啦，對啊。半年一刀嘛。半年一刀。我媽佢會講個話是講一個冇個買係買，個佢叫買講一個買。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มาชอรู้介紹แล้วว่างก็ว่าสตูดิโอ裏面嘅即係錄音嘅房嘅裏面個一個現場嘅聽眾加特別嘉賓是我馬王寶娘娘。講 ，Hello， 嚇，我聽到伊個，嗱你看現場有錄講啦，可能看到伊本唔使看到。佢咪叫買咁，一個驚人看喎。等我看到你，別，唔咪看到你。你困咗先未看到咩？嗱，當今看到你喺邊啊？我炸掉。嗱，當看到你邊細你到底隻豬？嗱，阿明。Hello。啊，你 OK，所以你咪講啊，即係你本來話題咧是特別講Q 處咯，是唔是啊？是唔是我話題啊？等我再看，對唔對？是。我未記 Q 處咧，咱嚟講下 Q 處啊，唔係好講，南西都成講。Q 厝啊！而且我變暑假 Q 厝本嚟哦。你暑假 Q 處啊？
我是甲捡厝诶哦，特别心情就无好吼，就暑假捡。哦 ，maybe 是 therapy 啊，你嚟捡一個心情嘅，成你想 relax 嘅捡厝。是咯。哇，你暑假捡厝我暑假捡诶喎，特别是捡 storeroom 哦，就第一先啦。特别我本是暑假捡 storeroom 嘛，特别愛用自己咯，捡 storeroom 咯。哇！愛慢慢 organize。有影是特別我是掂件，無關嘅，但係我硬講了，我係幫掂啊，我一間半間厝嘅嘢去啊。阿 John 是講笨蛋捡厝嘅，我嗰邊捡厝嘅哦。你就是 OK，當晚即係就是學劍講咩？啊，我甲南西無相，我哋研捡厝咧，我厝咧都係免捡嘅，我咪俾你 automatic 嘅厝啊，會家己捡嘅。你家長想啊？哦，誒，學劍，我把你個想到你，學劍你是唔是頂到啲 KLPJ 是 meet 你誒？是甲到嘅嗰啲。我是我個想到咧，我想到，誒，你是什麼名嘅啊？你是什啊？你唔是花名咩？你知有隻花名？哦，不，但日本嘅我知日本嘅嚇 ，OK， 我知一隻。แล้วอีกท่าไปมิดว่าไอ้คิโตเกียวสิแล้วสิบ่อยบ่ดูเดียวที่เกาะเกียสิ因为是我迪士尼他病嘛係啊是迪士尼我記 OK แล้วตอนกินลอง看啊ลองก็แค่ขี้ให้เลยบังเอียเลย正手柄多手柄嘅我就係ลอง多手柄看話手機掉嘅ลอง去經去酸看就係 Q 處就係暑假就係冇暑假 I like as I hate 看咩去等然後看咩去酸啦看咩酸聽講看咩去酸到啲錄講嘅，啲錄講嘅。我用 Ustream 喎。Ustream 隻手柄嘅正面咪是隻 Pole 嘅，我哋經嘅。Pole 但係你 Pole。哦。但係你 Pole 去看啦，肯定是個到底嚟報看，就人暑假跳出嚟。係咪叫有？I hate 60% 呢？咁樣去算，阿 John， 我唔懂啦。你扣厝啊？你平常是扣厝哦，但是我想讓你本部扣嘅啊，扣一刀嘅啊。你扣到咩嘢 surprise 嘅物件，正 surprise 扣到物件。我是除掉成隻股個累啊，上面你看到？我老頭先扣哦，你看到物件，我呢邊個借我半截。係咪叫 project？ 我有陣時你扣啊吼，陣時扣物件，你本身愛人性嘅咯，你扣物件，你袂使講哦，即個愛留，即個有用，愛收起來吼，你按壓無扣掉嘅咯。你特別愛掂嘅了，你無法。有陣時你看，有陣時你扣看到一個冊，嗰是報紙吼，你自己邊看？自己邊看？哦，今日你講咩？我係山吼，伊真係慘嘅。如果我打刀啊，伊無 miss 嗰隻物件嘅。如果打刀愛點愛逼一隻啦，我係是扣出嘅時啊，伊個袋嘅 box 啊，伊袋嘅 box 一啲係除掉 sandwich 啊，係是啊。喂 check 老不了，我除掉你又唔知咩啊，激啊啲。雞腿自己就對你讀啊妹啊！一隻現隻㗎，伊唔知成成愛隻一部隻，冇咪嗰隻白嘛。哦。有款物件，隻吼一隻，但是我冇從事 vegetarian 啊，講 balance food 啊嚇。然後一隻啊，你講有隻餅啊，一隻餅有雞啊，有隻雞餅啊。哦。其實我咧半半。lama-lama你看到啊？煮嘅你吃到牛嘅啊，物件。對。哇！你是除掉咪是炒嘅了物件？嗰啲是落地啦，落地還是車食嘅落地。喲，車食嘅落地。食咩啊？成個啊！哦，跟住嗰隻 Florence 係咪啦？會再諗睇，你係真嘅，你媽咪咧，你叫住人真嘅媽咪，我冇尿。我叫住你，我是唔敢客家嘅咋？
啊人扣看啦，哎呀，成個燒，特別燒真濟年啊，個再扣，阮燒特別都無用着。你一般呢？就是咯，我就講我條俾愛掂嘅冇法嘅。你無掂啊？阮習慣就安尼坐，一個唔敢掂喎。細漢exercise 阮老，你唔敢掂，你厝袂清氣嘅。係啊，你特別合格，一般都是特行掂。你個杯咧？啊，是咯。如果特隻杯咧，個做杯做。你特別特別，像我後生講，你別買一行入來，你就合格上出去。啊，你厝個未講亂，就冇直直買上外走啊，直直買，特別冇厝喎，你厝咪哪會熱啊？你厝未水啊？別啊，橋無好勢啊，橋嚟橋去，咁橋別熱啊。啊，對咯，你咁合格上，你講嘅對。我咪啷橋厝，你所橋厝我啊。你所扣厝吼，我買我翁有伫诶，我扣 store room 吼，我當伊無伫我甲扣诶。客家笑不啦？應該伊有伫吼，伊伫邊仔看，哎，即個愛，啊，是啊，我即個我人邊吼，甲了是毋知過哪年，幫你上頭唔捌開過來看。啊 ，yes，你冇袂記錄安尼物件了，你就 sometimes，啊，你冇袂記講上頭安尼物件啦，所以你燒嘛無用，燒6年結果咪是客家，係啊。我咪啷感覺。咁我定記，我翁本唔使我定掉咯。係咯，是哦。啊，對，伊本袂記講。特別是吼。有陣時你甲你翁嘅 priority 叫咩啊？你 priority 無相嘛，所以你垃圾講出嚟物件無重要哈。伊垃圾重要哈。伊垃圾重要哈。所以我翁哦，真係好料嘅。伊時有款啊，行路到街路邊行看到人嘅三把，看到伊手嚟，伊上啲，我真係好用。啊，用時有趁用哈。所以摕過來，你摕來我 store 嘛，都應該個了有陣時。人嘅從頭嗰個人扣過來啊，是人嘅個鬆啊，本佢扣過來啊。即係我是垃圾桶唔重要啦，你掂空佢啦，特別依個垃圾桶你重要。我物件我重要，物件啲垃圾唔重要。對啦，特別甚單啦，甚單啦，名講誒特行扣，你有陣時啦用時啦過去隨意喎。我記得客家氣啊！最好是下面扣厝去揀 ，actually 下面扣厝去揀呢，就下面決定。是去揀無扣厝去揀就袂使決定。你厝我只垃圾，啊！那是講伊買垃圾嚟講，伊個買，伊買到客家嚟講，所以伊就要家己扣啊。伊就要家己扣，像我翁無愛扣嘅嘛，伊特到伊 store room 吼，伊毋捌當過嘅咯，安尼幾年哦。伊毋敢扣嘅，特到買我無殺，伊就無殺了，我無扣，伊就無人扣我嘅規間厝。所以我啊 ，normally 我是看。下面扣厝嘅人咧，就係人決定了。無咧吼，無扣厝嘅人就必須得俾使講錢啊。對。咁咪啷扣厝，你扣厝常常有就決定即點先來扣啊，是有應該扣。是，我特到真啊矯正我嘅腦子，喺迄邊甲想真正久，即個物件是有用，甲是無用，愛掂愛掂嘅。你把你有迄種迄個慈善基金啊，慈善嘅物件來 collect， 加對伊 recycle 迄種啊。啊，嗰 OK 咯，把你嗱我就頂禮拜個扣我係 store room 啊，我有兩個 store room，樓下個 store room 扣啊嗱，我幾嗱上頭幫你入口啊，當然嚟 collect， 當嚟嘢咯，好彩有一種咯。啊，佢未拍算啊，有陣時你掂啲入口哦，喺10把車乜嘢喺度。because 為物件咱無用，特別別人好用啊嘛，我所以而家去用唔是好啦有啦啊，你白合格嗰時個了解好拍算。發生哦，有陣時10把車幫乜嘢？你扣厝遐，特別扣厝時咯，特別點使講拜六就是扣厝嘅，大咪成日喺度。啊，我就落來我有可能係邊咯，我禮拜我扣厝嘅。我禮拜扣厝，大禮拜乜扣啊？巴魯我有一個下面嘛有一個nanny 吼，伊甲我扣埋厝嘛，所以甲我掃厝咯，特別 still 是我家己扣本啦，伊甲我掃厝了咯。我等下拍咗個甲我掃厝前後卡，了個用個濟啦，特別 store room 我 still 愛家己扣啊，因為伊無了甲我扣 store room 嘛。我個隻新嘅聽講你名咩？歡迎你名咩？聽未到啊？Lawrence，你嘅花名咩？無畫面。你無花名我是花，你咁樣話你講很正常。阿花啦，阿花。哎呦慘！你講很正常。
我再歡迎，我等陣你當今下你使慢慢想啦，我等介紹，我每你物件先你注意想看你畫面嘅，就咩？無嚟講我學你是調咧，即係人嘅老西啦，胖胖啊，香港咧是我學嘅咩？學嘅面啊 ，OK， 好，佢個仔佢搞，係冇人會學嘅面學嘅面歡迎。你是按照隨住按照白條邊咧學嘅呢？唔知有start 多online 時間 browse แล้ว看到แล้ว真趣味嘛แล้ว嘛入來啊แล้ว看誒兩個有這 forum 啊嚟看咧แล้ว就來參加咯。哦，你聽到久了？我應該有半年咯，是講我特登 on and off 啊，冇點聽。แล้ว你是初路咯？頭一道來先小初路，卡佢剛剛，你到底到落位？到底當今到底到落人？我把路到古晉。哦，到古晉到鳥位。到鳥位。分。我嘛講唔知我未去。你講我對你夾埋講啊！等家聽得到你跟我講，咪冇人聽唔到。對本來是人去。或者對時去，我去啦，去找一個去一個福建麵嘅位，一處幫助幫曬。我特別是對馬來西亞時候，我去梅考一人去處到大陸一時，連 K 十幫啦，被幫曬時間見啦就幫，然後我冇錢採用就慢啦。啊是學到沒曬啦，頂到位。我今日你話咩？我今日少人幫助呢。我都今日少人幫助我買起啊，你是。我今日去幫住我係幫，打波就應幫，打到你咩幫？是講幫曬我別啦，上垃圾時我別幫。了別使嘛，幫曬水只貴嘛，佢整嘅物件較貴淡薄嘛。我成日叫我學你5塊。幫曬個塊。我學你5塊。哦，OK。頂到我去咧，頂到我去咧 KL 唔知到一間 hotel， 唔是 KL 是邊咧？唔知啦 ，KL 掉。我未記得一個你摸下邊啊！你去幫曬我去樓頂只貴，唔得10塊咗嚟幫曬。未曬我別。KL 唔貴。頂到 Four Seasons。頂到我去Las Vegas是去 Four Seasons 嘅 hotel 嚟幫曬。Four Seasons 就出名只貴 hotel 嘛 ，hotel room 千幾塊，誒就見就千幾嘅。伊港人過來搞到切卡吹個。แล้วหาตั้งเนี่ยว่าไม่รู้โอเคฮอกเกมีแล้วรู้สิจะมี2อย่างเสียตัวไป參加เป็นฮอกเกเนี่ย你ไป拍你ไป講 Q 處唔嘅啊？冇啊，因為我看人嘅了是在外國嘛，了我唔是在外國，我是在巴黎海。你實貴海。我是在外鋪啊。對。貴海。對咯，係咧就是到南西是到南西唔知道 KL 啦 KL 嗎？哦，是啊 KL。แล้วออกกินมาสิ到 KL 冇貴海冇貴海แล้ว我等我問下啦，福建麵看福建麵你暑假 Q 處還是冇暑假 Q 處？我是冇 Q 處嘅啦，我是冇 Q 處嘅人。冇 Q 處咧，你處咗垃圾嘛？未啦，是講放假時間有扣呢咯，有做工放假時間有扣呢。你冇常扣啊？冇啊。工人暑假啦，你朋友邊一個人聽啊？有。因為古晉不是講福建話嘛，所以伊人嘅福建話甲我邊仔福建話冇咩像嘅。但不過嘅冇像。你是古晉嘅人，你朋友名咩？你朋友名咩？我朋友啊。你花名甲無花名？花名是無花名。花名你個幾少？花名。講下啦，係咪花名？花名嚇。笑。你慢慢笑啫。你慢慢笑。你朋友冇聽啦，對你聽邊啲福建啊？我只聽就唔是沙拉話嘅人誒。會曉聽福建話就會，我印尼嘛有人聽。對。是啊。你安尼坐聽眾嘅。即係坐聽眾啊嘛，即係國際嘛，
放只快。是咯，是咯，因為沙拉福建話個聽伊人個聽係明白嘛，伊聽明白嘅，嚇伊講咪是明白，你就係你講幾個故事嘅，睇落就你不聽佢幾個故事，即幾個故事講你本地啦，係咪實際沙拉話咯？本地啦嚇，本地啦唔知。你下你想對阿偉，你朋友嘅畫面。攞米，唔係啦，講攞米有人有啊。粿條湯。佢就唔係仔，嚟叫咩？叫等上緊。OK 啦，我接你嚇潛井啊，潛井啊，嚇？呢名叫潛井啊。唔係叉燒包。可以叉燒包。OK， 叉燒包。叉燒包。我講就只邊咧福建嘅畫面，唔是食物件嚟。OK， 叉燒包個福建面。OK， 你叉燒包平常時有聽哦。有聽。哦，好，感謝你支持。一個叉燒包味，你平時有 Q 醋哦，還是半段成個福建面咧 ？Q 醋。我搞 Q 醋。哦，你搞 Q 醋，按照講聽，係咪是你辦法？金醋但係有時間半段時間 Q 醋嘅，冇乜人係變爛嘅，冇可能變爛。對。蔗糖哦。對。對，袂使加了半段。你攞 Q 醋，攞更加冇 Q 醋咧，是關係 Q 醋嘅人，你冇 Q 醋咧，心就亂嘅哦。咪他。未啊，伊做亂我橋開個做亂咯。哦，一個橋一個做亂啦。被罵這種。你講佢係配合嘛？就被錯。按照我講 Q 醋要加了雜波，特別夾邊。Q 醋加了雜波啊，雜波是咪 Q 醋啊嚇？雜波驚嘛？雜波驚 Q 醋啊！特別我轉我講即係 Q 醋是雜波嘅責任，應該是雜波嘅責任呢？冇得嘅，冇插嘅嘛。Not necessarily 雜波嘛嗬。頂到你看老高頭嘅人，有可能想講，哎呀 Q 醋嘅物件，高醋嘅物件是雜波，然後雜波就叫攤類啊。當然雜波攤有可能攤較一類叫雜波嘛，乜嘢啊？特別白佬炸字雜波冇 Q 醋嘅喎，我看過炸字。哦，好可能哦。對，新的 modern 咧，睇下，你問上我是雜包定嘅話 Q 醋啊？你大波 Q 醋係喎。係，西本咧就是，我就鹹嘅，我想到 Q 醋我就食鹹嘅。我是 Q 醋當嘅物件愛 Q 嘅嘛，所以大波嘅咁貴嘛。我當嘅物件。那個 garden 啊。你 garden 啊，是咯，certain 嘅。大波嘅咁貴。為啥物件當嘅物件，即係嗰啲肚被殺出來嘅掃，那很 Q 掃。是咯，所以特別我們啷就工人咧，啷就工人嗰度到手 Q 掃。南西有啊，南西睇下。我把路有咯，特別我無可以，我本無講depend 伊這喎，我本是有咧會做嘅，我本是做嘅，我無講達到可以嘅，因為我見可能直接伊無做工，伊無做了嘛是無關係，變加過來做是咪？所以我本是你唔敢辦，你驚講冇時間嚟解。你不要當佢 enjoy 性，當佢 enjoy 性啊！愛 Q 是嚟 Q，你咪是想。別啦，我 pregnant 到巴路我唔敢 Q， 我 store room 我 store room 成細翻啊巴路。我人講冇，人講 pregnant 別使當 store room 嘅嘛。嚇對，當佢生出嚟細嘛。嚇，一巴路話 Q 我成貴咯。嚇，之前啦，把油包冇叉燒包，俾佢 Q 啊。Tapi store room lang beda kacau ke. Lu kaki tu be baca dia ingat bapak Q, bapak Q 啊。我未看一點面嘅。叉燒包成個就係驚 Q 呢，叉燒包都就係驚 Q 物件呀。伊只是甲 Q 厝誒。要你嚟美國咁我大咪？唔係，睇會啊！幾貴成支嚟？叉燒包幾貴成支嚟？係咪烏蘭成支嚟？係咪貴？一貴啊！一個本是，像我人是高貴人哦，是潔癖嘅。
哦，那只 K 咪南西未講嘅，南西我是處女座嘅吼，我是處女座，特別會使講我我處女座特別好啊。哦，潔癖不是。特別特別有啲人家兼兼嘅。我咱當佢成婦女會，當佢成婦女會 meeting 嘅咧，咱嗰啲怎麼？陳百輝，我是真係啊 ，perfectionist 啊，特別呢跳厝是，人生唔是我講。哦，你係咪物件？真嚴跳厝。你係咪物件會被 perfection 呢？你特啲有一項 perfection 嚟，特啲有嘅。我非常工課咯。哦，非常工課。我跳面。啊！我時間report 本好啊，我 line 係條 I 一個 format 啊，物件嗰啲有。哦。但我做咁我啦，特別我處呢是未得閒，真係點？特別我嚟講啊，有陣時有講會強調 ，because 我一個 mother， 我 mother 嗬，真係夠強處嘅。哦。所以我諗成派。成派啊，唔是成派係我唔是叫。我係我媽都冇教我 Q 嘅。伊是催我人做，但係伊不是 perfectionist 嚟，所以伊特別項物件叫我 Q 吼，我人會啃啊，啃啊切啃啊，白切啃啊。喲，切啃啊！伊唔是切個ปู咧，有嘅。所以我做啃。我講唔係咁清楚嘅先咧，because 我未 keep up with 伊 expectation。哦，你是伊愛上好咧，Q 處時你特別做是一個條咩，變做冇笑去。做未掉未掉啊！所以我嗰種上唔熟嘅 Q 處。哦 ，OK， 我等報告看下人同佢咧，你只 room 有30人啊，真冇人去選。然後當佢咁樣去選咧，變咗學見即係魯港嘅裏面去選，看當佢有44%、43.7%人講暑假 Q 處，講少嘅暑假 Q 處人，你一個，誒，咗我講我43號，我有半嘅咧，半人咗半，我43號有半白色嘅衫，然後淺色嘅衫，黑色嘅衫，然後褲。洗甲幾十輪了毛巾，搞到另外洗啊！哦，你查特別小弟咯。誒，我冇看洗，因為我太驚吼，我係三條 colour 嘛，想食，然後我袂使拍帶咯，我袂使用迄個 machine 咯 ，spin 開帶咯，淡淡慢慢拍。喲，你這是你驚做啲腳呀？我驚拍骨嘅衫。我會殺雞拍破去。你三隻貴嘅啊？唔是講貴半嘢，我 T-shirt 我揸暑假愛殺，因為我係邊有我你唔是女嘅問題，是可能暑假穿嘅喎。哦，你不用手洗？你不用手洗？啊，我冇用手洗哦，因為我未使用，我未使箍掉洗嘅，因為我白隻會痛嘛，我洗嘅。我有 back pain 嘅問題嘛，所以我袂使用手洗嘛。doctor 講advice 講最好咪用手，箍掉洗衫嘛。誒，等下我會歡迎你。所以我袂使咯，所以咪用。我會歡迎一個咱嘅魯港那邊嘅 chat room 嘅為一個聽眾叫做阿三哥。阿三哥是新加坡人，但係伊媽是檳城人。哦。阿三倍，阿三倍好聊咯，阿三倍嘅嚟煮菜杯是係嗬，煮菜杯是係阿三倍就好似啊。誒，你覺得啲橋處，然後特晚我講最處更難讓阿即係我兼有處更難我兼橋處。有個人家仔嘛是有個人，我嘛是老年。哦。迄厝袂大，你講直接伊啦，做某誒無使跳做啦，做到硬誒，佫使去行路邊跳人嘅上班，講。Oh my god！你呢個無跳厝咧，個驚他對厝是個唔驚咪驚？對，我真係好過。哦，係啦，而家一叫是雜雜嘅厝。
แล้ว这好咯，那是我係厝 ，OK， 我係翁呢，本是較搞橋厝啦，人規劃啦，所以大擺較就是伊橋厝，我冇咩橋嘅，我只笨蛋嘅。我有時物件我到頂啊！你去看我 desk office 厝 office， 我到頂解關嘅物件，我只笨蛋橋嘅喎，我只想到要橋物件，我心就亂啦，我咁樣出門，咪看逃避。逃避現實嘛，都根本唔係橋嘅。是我所一間房嘅冚門嘅冚起嚟咯。特別我橋嘅時候，我是無點聲，我有點聲橋物件我是 OK。然後特別我是安怎啊？特別我真個 ADD， 我真個 distracted 呀，所以我 Q 時啊嚇，去做別物件時我未記起啊，我想到我啲 Q 點物件，我到對嚟你看，然後我是 Q 處時我吹到物件，吹到淚啊，是吹到你定到格啊，上面個看者啊嚇，個 distract 啫，吹到 CD 啊 DVD，個走去放啫，一變做冇點聲。是哦，你有點聲哦，你說有啲人被 Q 嘅話，因為一樣是被 Q， 你一邊半線咯，你有 Q 個阿妹嗬，喺人家一對個架絲，免 Q 個好。少我用試啊，我出來後就袋啲托卡噶啦，摸摸咧時候，成日咪 Q 按就好啊，每個冚起來。哦，是啊，我我你後邊看。一隻學嘅面本成咧，學嘅面你講。我有時你捡物件嘛，了有時會屙到真濟物件出來嘛，對。像有時你看，佢有小影啊，等陣個紅響屙到皮啊，啥物啊，你講就濟了，你看。對了，我咪成日看，我咪是想看，半線咁樣搞。แล้วแล้วก็หน่อหลังโอเคชาซิวเปากับ即係南西咯หน่อหลัง咪是搞 Q 處咯，跟 Q 處咯。你 Q 厝嘅時候，你彈出嚟你滿足嘅感啦，是安怎嘅感覺？安怎講出來好聽啫？你安怎係滿足？看到厝清氣胖胖看咯，你真俗咯，你看。係你話滿足感啲邊個啊？我滿足感係你滿足感，特別。你滿足感你？特別我買做。當然做。誒，你咩？誒，唔是我人暑假 Q， 我人無趁驚，厝無人甲你 Q。哦。你唔 Q 嗬，แล้ว嚇我無趁驚，你有趁時嗬，咋衰嘅人會對我人嘅社會哦，咋衰？你入人嘅厝啦，你洗迄間厝有查甫大埔啦，你入伊厝啊嗬，你頭一想到蝦米？喲，即間厝嘅查甫做咩無 Q 厝嘅，是唔是？啊，你呢啦，我無。會很少哦。對。你講你入到間。你驚講人小事啊，哈，講比較高處。啦，伊上伊波仲要無扣厝，安尼笨蛋人是講查甫誒，我唔是講大埔誒。對，咱社會先呢。對。特別好彩我特別好彩長啦，我是較笨蛋，不特別未講規間厝爛甲真正爛迄種啦。我們是笨蛋，只講我無笑，我在激心，我在要扣厝，我就在閃了。特別我冇 maintain 厝啦，無講成做喺亂。特別若是講我往時啊亂想看，若是攏家己一人大啦，人無人來你厝，你可能較笨蛋。有個 NQ 哦，沒有。有 NQ 哦，我講有。我你平常時是無做喺亂門啊，你物件係好事㗎啦，係呐。你扣開就是去扣人嘅手背啊。是有人吼，但是你 Q 一隻杜蘭你都真係哦，因為你是唔是我準備一解 Q 嘅有陣時。對，你 Q 人手背啦。嚇，準備 Q 人手背啊，咪可能直時候啲邊個做租啦嗰陣時，他們杜蘭你。我每當攞你個 Q 厝人，攞 Q 厝你是到底是做乜物件？你平常時開就是 Q 乜物件？成個下到堆物件啦，成尺啊嘢出來咧，還是薄碗啊，咩下到堆啊？可能是安裝 Q 物件。有即情緒。我真正 Q actually 是掂嘅。哦，掂嘅客家咧句嘅。我唔是講 Q 厝嗬，就是掂樣嘅迄零件嘅了，就是無情講嘅。哦。只把你喂厝喂樓頂真亂嘅啊，喂多都乜樓頂，真正亂嘅，把你嗰時真正亂過嘅，因為我把你成驚嘅嘛，所以把你明見啊。我個你 cut 咧 store 明見。冇辦法，內人大哦。換落間 store 都冇恐怖。我隻狗髀呀！我硬狗髀，唔是我狗髀。我跟你講，你成日 cut 咧 store room 阿咗 cut，我跟你講，
你帶300尺來吼，你 store 物件甲落點落下甲300尺就清氣啊嘛。300尺咪關路啊，伊本咪甲你更啊。誒，你開始看到物件吼，別用伊咪甲你夾隨時嘅，這邊甲300尺。叉燒包啊，叉燒包你時時只搞黑格物件。啊別，對對對。你只搞黑格物件，你看到物件。誒，有人成日成嘅話是整款啊，有可能人，有人夠橋，有人冇夠橋。我啦感覺因為這我夠橋。跳出就痛苦，但係你唔是我聽咧，我聽你講痛苦是 when你啲 organize 嘅時候，你真痛苦嘅，特別你曲了嘅時候，你就真 enjoy 了。對，啊，但滿足啊，你啲做，你啲笑哦，人家一放安怎放，你安怎去 organize， 安怎甲會少上頭，你愛大上頭放啲愛細上頭放啲大上頭，嗰是大上頭哦，掂個了，春細上頭。安翻你咯，我諗翻個笑。誒特別我是大小包咧。南西是你可能特別叉燒包咧，你翹出嘅時，你有頭殼聽，你有成個勁咁嘅事哦，還是翹了個。沒有，因為我翹出我 organize 哦，干那我翹我房間吼，干那我 every once a week 我翹到哦。嚇。了百位個冇上啊。對敢若逐日我都得着木甲 vacuum 哦。哦，我看伊誒，我看一間叉燒包是伊家己淡薄 enjoy 家己扣物件是，就是 enjoy 本嘅。對，因為個有好 exercise 嘛，個有流汗嘛，個 exercise 嘛。喲，我要 ship 你嚟美國，係咪去 FedEx 過嚟話正？我都想。好。我好你一個月一禮拜50塊美金。特節翹住，翹小氣啊！翹小氣，我翹，翹到結果冇對嚟哦。係咪嘅？我對啊！誒，特別每讓人生裏邊哦，看到啲垃圾嘅處是安怎你讓看過？要八。哦，夠，來一人講，嗱叉燒包講，講人講叉燒包講，好嘅咪講。大檳城嘅一間查某，伊是福建面嘅朋友吼，所以我咱就去厝咯。了，伊嘅房間吼，干那鬼咪咪啊，窗仔無開吼，那干那要開房間位吼，干那抄死物件你看咯。伊嘅 dust 吼，伊嘅 dust 大，伊嘅風扇遐吼，伊干那開風扇無風嘅，干那有 dust 呢。喲！伊紅事是頭昏㗎啦，背落來。對，伊衫褲帶喺門前嚇，伊個有飼狗帶喺厝內面，伊狗殺個哎喲。哎呦！了伊下吼，伊下比 Princess Diana 濟個誒，加了哇！我頭先看啦，你一擺踏入伊厝吼，等陣你出伊厝吼，你並你嘅腳過來看，咁了烏啦衫嘅。喲，查某嚟個啊？是查某嚟個。你平常時出門時有垃圾諗喏啊？還是一出門時都唔知，你接住一處啊，知下。一抓旁水。佢只不買只，我徛啲後口呢嘛。誒好啊，但是 allergy 要起係咕咯，就會做頭呢隻。我徛後口。因為頭先去檳城大，無位大嘛，給大咯，嘛會知我給扣我給噴得多你厝，我扣到昏。叫放得多個解除，伊是伊家己房間咧，反而是規間厝本呢。哦，一間厝咯，所以我換扣咯，了一個有一個 roommate 嘛，所以 and then 我扣咯出去嘛，你 roommate 就對來伊無地嘛，你 roommate 泡伊門，誒咱厝貴是哦，做咩事？你清你相信我嘅朋友？Oh my god！你是你去解扣厝？你冇驚啊？你冇扣自己哩啊？扣有啊！我有扣差不多一個禮拜，我才扣清氣誒。嗱，我甲伊講吼，干那你狗你無甲舉去互人吼，我咪甲你睡哦。結果家己狗舉去互人。哦呀，哦，你是個睡厝呀？睡房間。flat 來嘛。哦，所以你變做 roommate，佢就係大係啦 ，housemate 啦。唔敢。
一個 room 啦，我家己住一個 room 啊。係啦，是 housemate 啦，是到相間厝你家己房間啦。啊 housemate 啦。你啷特別公司在間哦，上一間站辦。啊是哦，嗰是我寫個，嗰是我寫。我跟你講啊，我頭一日大號我袂當互我走落去樓骹吼，買迄個地刀蝦米吼，起來樓頂嘅寫啊，跟你講一壁吼，哎呦，咩換到，毋知怎換啊。喲，你唔敢踏入去啊，冚目睭冚喙寫啊。你講要大，你成間因要大，你個無看過厝，無想教係想被教那垃圾啊？啊，想要教嗎？想要教嗎？乜會知查某安尼垃圾一個？係啦，誒你在經講話聽話在經幾啲啊？在經幾啲啊？呢陣版啦，在經裏面。哦，垃圾咯，就嗰一壁圍塗骹圍哦，就是我洗到清氣，我出去嘛，一朋友對來泡伊嘛。因為厝貴啊，因為清氣。我特別你講我笨蛋冇好啦，我就被打喊垃圾咪就係勁嘅咋。我白行物件嚟講嚇，我白行物件嚟講我衫冇翹好事啊，是即多頂垃圾咪我 OK，我可以打喊就拖粉。我別打喊是因為我係ขี้係固啦，所以我特別翹較清氣。特別我在勁呢，我安裝我特別清氣嘅。然後我頂到我到啲水處到啲 BJ 位嗬，我甲5咧。攏想好啦，5個打包公司一間嘅在間。哇！嚇5個打包，嗰4山做個無問題。有一個人，我一個上前厝嘅公司就買，佢幫就嗬，無幫到啲咧，就買咧袋咧嚟蝕嚟，咧坑嚟喎，伊就幫到塗骹嚟。哎呦！แล้วอยู่เชียงจุ้ยเนี่ยแต่พี่เชียงจุ้ยโบเชงคีรู้จักพุ่น的สิเกว่าเขาจริงๆอันเจ้าว่าบี到超級บี嘅คีรู้จัก哦อี講好啦我幫住到啲托卡位嘛是啊我講是啊因為我講就頭一我騎時啦我馬路start 大時開始大時我有3我講就我5日打波咯我尋4日打波แล้ววาง3人大一間房伊隔壁房是2個打波啦แล้ว是一通嘅在間你知道2間房公司之間嘅在間嘅咯แล้ว是我入去一隻時候我行入去你知你在間我我就是去張 A 時有穿拖鞋較少無人穿拖鞋家己厝無人穿拖鞋嘛我咪入去我才行到入去哦笠到一成個笠到一眼嘅菜眼嘅呢就一女呢，實際人哋差人骨骨要食呢，你知哦？哎呦，死啊！你斬掉落卡。我記你啦，走去買 Vim 咯，人就係 Vim 哦。Zip 啊，Vim，即漂 Vim 啊，對叫 Zip 啦，大邊啊，大邊四邊啊。嚇咩？唔是 Vim。Zip 啊，不記啊，我冇 Vim 啊，哦。變咗 zip 去啊！哦 ，OK，anyway， 嗱 Vim 啦，頂到我用時叫做 Vim 咯。你意思嘛是上個一罐啊，佢一定要看，我3幾間嘅就係叫我三可以試呢是我叫後邊脫幾間拖卡啊脫，一邊啊脫，一拖卡係你打佢一條食咗出嚟嘅了。教佢你啊！我唔知差唔多3點鐘，我4幾間嘅就係經，你在第幾年又是得咯？一邊係乾呢，而家你砧板嘅後背啊！哎呦，太人家搞嘅呀！喲，你冇寫嘅啦，你白啲唔捌寫過我看人。教佢你我去大啦！我甲人講，我講。我無講俾叫人寫本啊，人嘅大那句啊，無寫啦，講就是人一頭咁樣嚟賣寫嘛，所以我一頭我去寫咯。because 係咩事？我就寫衫，我寫衫都到啲拖卡而，你成啲在經裏面，你又手寫下定到我全部寫衫機嘅咯，所以全定到讀冊嘛。然後愛得是夾起喺度邊而學人寫呢，阿冇就是到處用手寫咯。然後我到處用手寫，我驚講人度邊寫衫一食就冇啲錄起嘅咯就。然後我咪是用手寫你到啲拖卡，我就驚啲佢拖卡就寫係人哋乜得加係到啲拖卡嚟寫掉，嗰陣時就佢邊嘅時你就夾係到啲拖卡咧夾邊去衫嘛，別就去寫在經前期一個嚟寫，我特禮拜Sunday 啦，禮拜四是寫衫，所以我特別寫在經禮拜一個嚟寫衫。可憐。
就是我扣再經我就安裝我哋特別扣手特別處啊，咁我半段就冇個噃。你扣咧，人個講 thank you 噃？冇啦，冇講 thank you 啊，個幫住到托卡個。幫住到托卡冇。realize 本啊。樣冇插誒。因冇插誒，別安尼垃圾，你哋托卡咧垃圾，我呢，你立掉一下啲機哩，你挪挪啊，可能咁解，因冇插誒，今日積壓呢。我看佢啲垃圾嘅嗬，就是嗬，迄個旁邊嗬，春一條路行呢。哦，伊三巴嗬，是摸個了。伊春一道路行吼，行去因名城跳落去困呢，迄種呢。你名城有摸有兩名城咩係3箍個了誒？啊，本有3箍個了誒。垃圾衫垃圾褲，伊春一條路可以行呢，好呢啦，就是條路呢。哦，誒我看啦，但是講我個吉大，特別無啦，我想下，點解我個吉大是為咗無？我是感覺啲往時我亂啊，往時成個衫無係起啊垃圾衫，塌一堆咧，可能我有啦。冇講成佢勁棒勁啦，成個塔到啲係到啲舊啲，都破一條咧，是拿塔拿滾，喺你乜有咯？當然冇啦，當然乜硬命話，我硬命話，呢部命話嚟講，呢部命話伊講講啊，其他特別 Q 處啊，Q 意思就是講叫我 Q 啊物件，誒你物件有啲情緒嘅嘛，有時夾波特啲有一傾。伊較前期伊真正伶俐嘅，伊真正伶俐嘅。伊下面物件個咧，伊安怎下個長款毋是講垃圾嘛？有長款是伶俐咯。我是真無伶俐，我是做物件，我到底真係是主角，哇！規真亂個了去咋？有時有做 project 啊，選物件是話我等甲有年無過，我無扣去旅行也一個垃圾小堆來啊！嗬，有可能2、3禮拜個未扣，垃圾晒喺南邊嘅就啊。然後伊隻。冇插起落去，伊現堆嚟，現時嘢生出來，垃圾衫嘢去洗，然後前期衫嘅貼起來，伊 back 係去燒去 store room 嘅，現時嘅喎。我本是現時嘅嘛，我人本是邊個堆嚟現時放到堆，下你位嘅，邊下面堆嚟冇放到頂嘅。冧挪啦，你咩我就冧挪啊，伊冇冧挪啊，伊真正拎嚟嘅。10年嗰時啲白色嚟邊嘅。哈對。往時我可能之類物件是。安怎？可能這物件是講啊，因為可能我人是講細細漢時間吼，我爸我媽吼有傳我人咯，我敢若細細漢時間吼，我爸媽無互我人講攬爛誒款吼，物件個了無下堆蝦米款，了我人 every week 吼，我人有家己誒怎講講家己誒 duty 好做啊，敢若我是個洗頭車誒哦，蝦米哦，做細細漢傳起 habit 去哦。我把路咯，我把路我哥我小弟啦搞飲料嗬，伊兩部是真強 Q 出嘅，真好。特別我媽咩冇，我媽呀。我個講係這裡有這裡我叫埋介紹自己啦，特別我別使講一邊嚇。伊老出人過嗬，特別伊厝嗬，伊黃話甲伊後嗬，伊就愛地少本愛有2人嗰隻兩啦。因為現在一整隻嗬，伊係啊過，伊隻伊用嘅係啊過你地先用嗬，都唔係啊，對，用緊了，睇得滾嘅嗬，無這裡咪叫啦，2大聲2嘅物件用緊了咯，伊還是諗個無死啊，伊個就是佢俾死嚟冇。哦，我講啲下面物件我有咧看啦。講到佢拗，講到佢拗無死啊，佢傾朋友嗬。伊啉了迄個咖啡吼，伊會使下後吼3、4日無洗哦，了我就看到咯，了愛去加洗吼，愈白愈咋，所以我用迄個燒水布誒，燒水給燙啊，燙了才會洗咯咋。我頭一2日點加洗哦，結果好一點點叫人買加洗啦。因為用一個熬咧買洗吼，伊用加新誒熬個。哦。我有時都在講用新誒熬，一300tiền咧，咁咪點咯咋？一300等到你成堂咯。有時嗰個過分是迄個3歐哦，迄個食了嘅麵啊，煎入去成多啊，幾若是無洗，叫伊點面格啊，迄個碗。哦，我點下格。我真有人成日係
係 Tupperware 上面物件咧時候，一台 Tupperware 開起來是入面成個噶啦物件。吉利哦吉利。梗係慘嘅。我講我有一種嘅款咧，就是係咪物件我無愛洗，我真正攞興洗衫嘅，你知？我無時間洗衫喎。你講到洗衫，我就只洗乾淨嘅咋。แล้ว我當然我買個巴來等唔夠我洗衫。你我係洗衫，我上班我係背咧，我是你在背個地殼是。我是今日會使穿一你在有人穿背，你不看嘅話，人穿背穿甲2節3節一禮拜咋？了有人搬到嘅時候，你睇特別我個背喎，我個驚垃圾喎，所以我特別背咧，我背差唔多個背有50-60箱喎，有可能較濟過，有可能我背有maybe 7-8箱喎，我看。我特別攞，會使開 socks 喎，係咪嘅？會使開迄個 socks 喎啦。嚇，我家己 socks 喎，你唔會點？咪咕 socks 喎，我家己。我咪是我一半段洗衫咧，是往時無背穿嘅時就去買新嘅咯。我個未過穿咧，我個唔加過穿。你極視你 OK， 等陣，咱垃圾物件咱捌看過啦。你一次住你捌看過只氣球，哇，出個清氣嘅，你睇你捌咯？我會出。呀，你個記住啦。特別我看過有咧哦，樣會驗證㗎哦。啊。樣會驗證㗎哦，迄個名稱，迄個啊做啊看哦。基本袂使嘅咯。你點樣做啊？哎呦，你個嚼啊，袂使嚼嘅，我樣喺度做下冚。你做啊？你大電啊係？伊活咯，骨骨咯。做下冚。特別做下冚是伊。係你過後過啊？誒特別我捌一個人啊，嚇，伊活伊地殼嘅。我捌，伊 until today 啊 ，until 今日。Bruce 我翁嘅朋友嚟啦，伊是頂到 college 聽大學是上班嘅嘛，樣大 roommate 嚟啊。嗰時伊講我係伊阿媽，我特別是伊想要出門嘅什麼時候，嗰時伊特別有伊地殼一個係穿嘅咋。嗰時伊我當叫頂住我對地嘅時候問伊講，你只有你地殼？伊講 of course 有啊。安尼幾年啊？20-30年啊，個 still 有你地殼個。tapi我想講咯，你 Lucky 成個就是developing country 啦，咪成個都是 African country 啊，是 maybe Vietnam 或者咩嘅，咪你 out of the world 嚟啦嚇，你這個物件，任何事伊邊有糖，所以我講啊，伊嚟抽你糖嚟做啥？你請嘅是。當時我朋友是接這個關傻巴嚟做工嘅，樣講會有嘅話，會有嘅樣個，又冇得話講要接哎喲，睇啲嘢見嗬。你是講嘢咩叫糖啊？巴薩。你想有啥？會加入啊定入係咪講啦？是咯。你是個有刀同佢死啊？是個細聲，你個細聲係啊，變做。你個 African country 係人講話嗬，你垃圾掉樣有就安尼 habit 咯，還是？哦，有時有是垃圾咩？是個有伊個糖絲嘅。即係成個係你帶進嚟的啦。OK，แล้วก็講話啦。啷個成個怪怪物件，使 Q 處是做只特別物件，使 Q 㗎安怎？啷尤其是咧即個叉燒包跟南西環，啷使特別要 Q 處係物件？要緊。我等陣我個講我別講 Q 處啦，但是講我 Q， 我講在經我就係要緊嘅嘛。所以我在經時你在啷個洗面盤咪是有迄個水鑽頭咯。
我特別100%洗手過嗰時特別夾喺你薄切我水磚頭嘅，喺你尖嚇吉啦吉啦，未使有手食嘅，未使有水滴嘅，落有哦，直接。冇啊！我是你看我未得閒嘅喎，我直接俾清氣伊個水磚頭嘅，伊是你 chrome 嘛，佢就是 chrome 嘛 ，chrome 咪是看到咯。係 shining 啊！你未使成個水凍掉嘅時，看你一笪是手隻凍掉啊未？係 shining 啊！就 shining， 我只嚿玻璃車凍叫我只叫你玻璃掃落嚟就只見咩？你一個往時你水咪是噴掉你水磚頭，後尾咧咪是打工的，後尾打工挨呀咯，後尾啊，係你我們就切佢咯。有比賽，這面盤誒變樣咯，跌到水我們就俾夾嚟洗，夾嚟切嚟打。浪嘅。啊，過之類，你 shampoo 啊，你講啊，你有陣時嘅 shampoo 啊，你掉了你罐入面嘅幾啊？啊，你就洗啊？我你借邊愛洗去清氣。哦。你是講跌到伊個 shampoo 嘅身軀，還是伊個頭嘅位？伊個 shampoo 伊頭也是伊個幾身軀，伊罐嘅身軀咪啊？然後你我來晒涼你嘅很多。你啊？驚我們想驚，我特別對清氣比較有食，唔驚。我是洗部我了吼，我心吼大家切個大。哦，嚇！對，我們想，我心個咧，我們是大，細經咋玩咧？即個是結真嘅，我們就切個大。個後面幾好笑。唔係教我講，你放曬啦。嚇！你放曬啦，你對落波不是切吉啦誒。對落波個波咧淡嘅嘛，對落波嗰隻。特別我對落波是。我哋水隻嘛？我卡水隻冇得借啦，我卡水隻被補咗邊啊咩？我哋講流汗下，借流汗下，卡水流汗哦。特別冇，我是看，我是未打閒下面，你就係咱開起來迄個砧板嚟開起來掛下，你冚落去時啦，伊後尾 before 你搞迄個頂嘅時咪是一陣啦，冇一地可能咯。他並未使有垃圾，冇頭昏啊！頭昏嗰時頭毛我就別打，我就別切啊！我就係驚，我是甲人講我 standard 啦，我砧板四砧板 standard 就是講你家己未開砧板啦，面向我去你砧板就是講砧板上垃圾咩？就是講你開砧板咧，你加下你頭內邊，那些我講那時講你唔知嘛，那些講你條破病時拗嘅時候，你開砧板咧是變一個細嘅咧時，扣個拗。所以被 prepare 你就問就比較清潔啦，挨拗嘅時間用嘛。แล้วก็แล้วรู้ว่ามาเลเซียเขาจะชูบุกกับปุ๊ดเลยเหรอเขาจะสิบักตะมาดาวก็เองคิวสิบเหรอ對。กับปุ๊ดเขาบักกับปุ๊ดก็จะแบกิว點แบกิวก็係掃。白椒嘛，掃半先。你個大媽叉燒包啊，叉燒包不啦？叉燒包你 vacuum 嘅事，你講你 vacuum 是 vacuum 咩物件？vacuum 淡膜咯，vacuum dust 咯。哦，刀頭咁咩 vacuum 啊？你冇知道？你 vacuum 啊個切啊？啊 ，vacuum 淡膜啵？哦，啊冇淡膜嗎？啊對，掃頭殼頂到我是到底，我哋頂到你講到厝後，你爸母 train 你啊 Q 厝啊咪，我頂到我厝本上嚟看，我是佢就是洗糖啊，加掃頭殼，我係間佢，我就是佢洗糖啊喎，我就是洗糖啊喎，切糖啊，唔是洗嚟切㗎，而家你薄係你而家啲電包一啲薄咧是轉咧是咧掃就 ，because 啊，到底問你洗糖啊就夠掉頭粉嘅啊，你開糖啊就過口啊。一次咧，攤個豬是看一隻巨型嘅嗬。你成日洗一嚿洗掉啦，可能。特別好，我搞切了嗬，個胖嘅佢。我係我較喜歡切頭粉過 Q 絲，
成日 Q 咧斷，可能我個門咧，我實在亂啊！我你時講我切頭粉嘅時候，我看到頭粉舊舊一時日磅去切咧，時數起來嘅咧，一時感覺成日就抹醬咧。特別我成日看我厝請人洗頭殼，有人教我 Q 攝啦，兩禮拜來一擺啊。特別係我人來嘅時攰時，我去隻嘢，我隻個啲頭粉就切掉嘅，我去講關你幫咩啊？So far so good 啦，你這年來啊，人家兩蚊搞 Q 嘅隻情期，是講我幫嘅咯，幫看頭粉咯。等我正看，人定住賺兩禮拜，兩節來把來呢，嚇冇頭粉，我隻位 speaker 後俾看頭粉咯，冇。你那是那是最我唔使走嘢，唔使走嘢。OK， แล้ว我講咩？跟住村人攞人嚟攞，一沙拉話到底沙拉話古蹟攞嘅呢？แล้วไป講OK，佢處講咩嘅講俾小還是俾小打？不，即係即係叉燒包就係咩嘅講嘅？冇物件好講啊，嗰講沙拉話福建話嘅變成嘅冇相哦。特別緊啊！我哋明白，你講個當見講是你有假句咩？還是講上嘅？上個都沙拉話誒？冇假句啦，冇可能笑死。你講沙拉話嘅話嘛，講下。你人講巴魯嘛，我人講之準咯。哦嚇，之準冇人講啦，特別我人講巴魯嚇，是對。你參加這邊，你參加這邊嘅朋友係？會使啊，有啊。哦，參加邊邊嘅福建話影響到啊。比如講參加甲頭姜，干那伊個 difference 真大。無啦，就講咩湯匙。咱叫頭姜。แล้ว係你參加叫青嘛？就啷叫青啊？哦。你笑啊？참啊！其實啊，我每迄個阿嬷甲阿龍佢啊，就係頭姜安怎寫我唔知。頭姜是咩？頭姜嘅話是只個。未使直接 translate 嘅。歷史誒邊？咱叫湯匙條，還是叫湯匙咯？湯匙。特別福建我家己邦古是番那話嚟啦。你啷叫咩啊？我人叫狗一件。哦。狗一件。邦古係對邦古，我人叫邦古。好笑誒！不知咱做一笑啦，咱講嗰啲無相福建話嗬。會使。咱講嚟笑啫。你當今有常聽啊叉燒包？聽咩物件？聽邊啲福建 podcast？即係播。哇！一般是有閒有聽。無閒咪使聽 Q 處是幫人聽，叫做好聽。幫到 speaker 會多聲。Q 處一時都無 online，無人 Q 處。冇，唔是看，唔是 live 嘅事，你使去落嘅，我落起來嘅了。你知唔知？你使去邊啲福建.com 嘅朋友，你幾時聽咩使嘛？有。你有 iPod 哦 ？iPod？嚇。你 MP3 player 冇 iPod。你 MP3 player 你使 download 一下啲去。係咪忙？梗係緊跳，我喺邊笑嚟時，我是小人。係啦，我唔知就這邊咧學嘅你聽講咧，往時樣個坐 bus 嘅，是坐 train 去，是樣家己聽家己笑個。笑是啊，所以你就會 download 一去聽啦。一人靠一人成個都笑誒。如果夠笑呢？如果夠笑。個記一個啊，個記一個笑啊，個記一個笑唔要緊啦，歡迎來我哋即係邊啲學嘅誒 podcast 嚟搞到人笑嘅，笑地往事。OK， 今次攞嚟做翻特別嘅變啦，個人唔使特別早起了，個有我諗先落嚟新嘅初路頭一個是學嘅味，第二個是叉燒包。當然講我就冇得要，我馬早起來頂煮糜啊，往邊隻換煮糜嚟。我味掉啊！我味掉換煮糜嘅味落頂。我少念福建麵啊！我少念福建麵啊！你對邊咧？咱到底啥啦？無通食福建麵咩？
伊無成個變嘅個別點嘅咧無啊？啊，無，這邊物件無食誒。哇！你家己沙拉瓦人，阮講正物件無食。咕嚕米啊！唔是我講嘅，等下我學沙拉瓦人爬。無係沙拉瓦人講嘅嗬。哈咪咪。是。哈咪咪，哈邊好食，沙拉瓦哈咪咪。沙拉瓦物件無啦，哈咪咪食。咕嚕米咯，laksa哦。laksa 是阿三 laksa。古晉嘅laksa。古晉 laksa 係鳥白啊。唔係，伊 laksa。無，係，款特別差不多像檳城的咖喱米款咯。哦，係啲咖喱 laksa 呐，嘅 laksa，正 laksa 是阿三嘅嘛。啲味素無相啊，味素。對。或者我唔記得係，或者人講嘅食嘅物件，沙拉瓦唔係物件好食。好啦，感謝我哋特別嘉賓即係我哋初佬學嘅物件叉燒包，แล้ว我諗下禮拜過嚟再見佢啦嚇 ，maybe 有可能講幾個數，幾個數講個亂。啊好。幾個數啊 ？OK。忘聽。聽啦。大把。嚇嗱，亂講滿 OK。大把 OK，啦，下禮拜再見啦，有可能講幾個數，感謝，拜拜。OK，拜拜。